日記，我記得那天成為知己，試過跌低，完場前仍然站得起，誰亦為你我精彩一發掌聲四起。2008年度傑出表現獎金獎得獎者關菊英。你做乜咁踴躍跑出嚟一班新年？關菊英喎！一起來期待勝利，得你全程來打氣，誰給我拼命？哪個要暫停？聽我發號令，全程充斥歡呼聲。繼續上傳上，無懼每個對手招式都不錯。不怕跌上，要用雙腿創造我理想。無論進無論退，哪個歷史都不必放長。正在進步，決心奮力圖強。對付我，還是我，還是破網哨子聲吹走風霜，將我領土90分鐘裏盡量擴張，仍舊空求直上來日我與你穿起金靴一雙，結束啦！哎呀！女嘅分都可言啊！果然係真係，女方一舉手要話係，原來宣佈嘅名唔係佢喎。B 唔係。奧賽唔係 Shakespeare 嘅咩？我讀我 drama，唔係 Shakespeare 嘅。係肯定唔係 B 肯定。傾呢就話係啦，一定唔使我哋決定啱 B 啱噶啦，拍定手先。 Yes，最後答案 B。 B。錯㗎。係 Romeo and Juliet。點解啊8000大元，俾啲掌聲。 B 啱噶啦，拍定手先。 ？Yes，拍定手先。 Yes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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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。8000大元，俾啲掌聲。